刚开始汉光演习，因应中国最近以海空军以及无人机来伫乱汉光演习，即马是第4天。陆军华东防卫部出动机械化步兵去到花莲北部甲台东基本海岸进行反定陆的操演，目的是要消灭伫海岸海面岸边来犯的敌军，抑有伫苗栗后人举行的中心演习。国防部为了验证后边的战略，安排一场由教育调集的人员，甲正规军伫海边对决，做来看卖。 伫红色钢盔加上伫夜红旗发动攻击，国防代表夺去的红色烟雾，企图要甲岸边的守军处理掉，建立临时进攻点。另外一名伫青色钢盔是国军防守部队，因挂防毒面具，也提70支枪抵抗敌军入侵。这个时阵的紫色烟雾代表暗号射击，接应预备部队。 抓来红色烟雾出现，代表预备部队到啊展开反攻，敌军开始败退，守军重新把摊贩据点摕转来。两军手中的步枪无枪支，现场的枪声是音效。我们如果发现敌军火力强大，我军的火力遭到压迫时，我们会转移阵地。这摆无机摊贩对决，伫苗栗后人顶场高调员扮演青军和正规军的红军展开攻防。 另外，东半部国防部家电强军意图占领台东志航基地，东南南挺和陆战队强行登陆基本海岸。电东部队赶紧动员 N60A3 战车，还有 CN2运兵车布阵做伙，全力反击。 另外，有保留空军战略功能的花莲嘉山基地，嘛可能伫台海大战第一时间防侵犯。国防部出动机械化步兵，总共12台 CN2和171位官兵，对上岸敌军进行反击。经过激烈交战，国防部伫海岸边达成作战任务。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